全家福祿壽宇宙最長演唱會。喂，仲有2個禮拜先至係嘅。啊，對唔住啊，我太心急啦，等到頸都長埋，忍唔住。唔緊要，忍耐下嚇。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福祿壽宇宙最長頒獎典禮。呢個頒獎典禮係表揚喺近半個世紀以嚟最多貢獻同埋最傑出嘅藝人。我哋嘅評審標準咧，絕對係公平公正嘅，全部都係經過業內人士嘅提名、網上嘅投票、專業嘅評審，而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中意。所以得獎嘅朋友咧，真係實至名歸㗎噃。好啦，事不宜遲，即刻頒發我哋今晚第一個獎，就係 TVB 5大傑出青年。呢個獎係頒發俾一班喺社會有好大嘅貢獻嘅藝人。首先第一位得獎嘅傑青就係黎耀祥。哇！睇到佢呢一身裝扮，就知道佢第一個想加入嘅節目就係體育世界。黎耀祥一入行嘅時候，一心立志成為體育世界嘅第一代主持。佢經過悉心嘅打扮去見呢個監製，白色嘅襯衫加上紅黑色嘅運動套裝，仲有佢一對唔係太靚又唔係太型嘅波鞋。佢以為今次真係無懈可擊，點知見到個監製嘅時候，個監製認為佢呢一身嘅打扮有一個敗筆。監製話：眼鏡掛心口，至啱做柴狗。你拍劇啊！真係嗱，阿祥仔咧，聽到監製嘅勸喻之後咧，即刻轉咗做藝員，成為我哋今日嘅視帝。祥仔，恭喜恭喜！而第二位獲得傑出青年嘅朋友，就係香港開埠以嚟第一位女飛魚李香琴小姐 Piano Lee。哇！佢係香港歷史上面第一位留喺個岸邊齋睇水而唔落水嘅女飛魚嚟㗎噃。嗱，因為咧，阿琴姐個事業線唔明顯，所以佢喺泳壇嘅成就唔係太突出，但係佢冇灰心，佢即刻投身喺呢個演藝界，成為大家熟悉公主駕到嘅媽媽。金家精神，永冇頭痕，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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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而喺佢轉行之前，佢仲拍咗一幅沙龍，一幅傑作，命名為《蒙羅麗莎的假哨牙》。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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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三位獲得傑出青年嘅朋友係近排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謝雪心小姐。謝雪心小姐芳齡16歲，平生以嚟獲獎無數，而最厲害嘅一個獎就係呢一個好大個獎。呢個獎重30斤，重過去上半身。佢得到呢個獎嘅鼓勵之後，決定投身喺演藝界。喺佢未加入隔離台同埋翡翠台之前，佢首先投考嘅係明珠台，飾演嘅劇集係《Ugly Betty》啊。不過由於心姐太靚嘅關係，佢得唔到 Ugly Betty 呢一個角色。經過咁多年嘅努力，演技終於獲得認同，喺上一年攞到最佳女配角。多謝你，恭喜恭喜！下一位傑青就係商天娥小姐。哇！望穿秋水嘅眼神，哇！一片烏黑嘅劉海啊，哇！直情迷到80年代嘅宅男，成為佢哋嘅夢中情人啊！係唔係唔夠喉？唔夠，唔夠啊！想唔想睇到1979年佢嘅豔照？想啊！想啊！想啊！嚟啦！娥姐，哇！15歲啊，係15歲啊！根據文獻記載，當日淺水灣流鼻血嘅男士總共有595位，比起雨的人數係多出10倍㗎。而今年佢亦都尋回佢失落已久嘅身材，亦都成功嫁得出。娥姐，恭喜恭喜！而最後一位獲得傑出青年嘅朋友，係喺流行音樂界裏邊有非凡成就嘅非凡哥麥長青先生。麥長青先生喺加入 TVB 嘅時候，首先就係立志成為一位偶像派嘅歌手。佢初試提升嘅派台作品就係膾炙人口嘅《小老鼠與大花貓》。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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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鼠都要捕捉，我勤力不偷懶。哇！夠啦！可惜麥包生不逢時。昨日嘅佢，如果生於今日嘅話，今日就唔會有林峰㗎啦。
題外話，今日嘅林峰唔好咁開心字，10年之後就係今日嘅麥包。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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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跟住落嚟要頒發嘅係卡拉之星永遠懷念大獎。呢個獎係表揚為慈善喺凌晨3點鐘依然係非常賣力嘅專業歌手。第一位係我哋德高望重嘅大鳳哥魯振順先生，睇下佢嘅得獎片段啦。全為愛，全為愛，全為愛，在我體內。魯振順先生以肉緊嘅表情、登台嘅服飾同埋繞在骨子裏嘅形體動作，喺凌晨3點嘅時候，實在令到一眾嘅善長人翁都為之一振㗎。非凡啊，唔係，應該係大鳳哥，真係恭喜你，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好啦，第2位嘅得獎者就係黃維德，我哋睇睇得獎嘅片段。黃維德先生，黃維德佢好犀利，佢開創咗一路唱歌一路做手語嘅先河。正所謂勁啦，相見共融一家親，凌晨3點都開翻燈啊！簡直係慈善中嘅慈善。黃維德，多謝你。最後一位得獎者係我哋熟悉嘅家燕姐薛家燕小姐。家燕姐連續10年位居卡拉之星嘅榜首，除咗善款之外，佢嘅最大貢獻係教識全港市民跳十字步。2005年霹靂紅唇十字步，2006年來吧 Hooray 十字步，2007年鑽石人生都係十字步。總之無論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有家燕姐嘅地方就會有十字步。佢行過嘅每一步路都係十字路。家燕姐，我哋香港市民真係想講聲多謝你啊！好啦，係時候頒發最後一個獎，就係4台聯頒大獎。呢個獎唔係冇咗㗎啦咩？唔係，依然喺度。4個免費嘅中文電視頻道啊，包括咗有翡翠台、高清翡翠台、J2 台同埋互動新聞台。咁呢個獎咧係頒俾4個台裏邊咧係貢獻最多嘅人士㗎。好緊張啊！即刻揭曉啦！睇睇先啊！好緊張，好緊張！哎呀！哇！哎呀！呢一個朋友真係實至名歸啦。因為有佢，呢43年以嚟先至會有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有咗佢，先至開創咗電視王國。因為有佢，我哋每一個屋企先至有免費娛樂。佢就係邵逸夫爵士。陸叔，多謝你 ！TVB Happy Birthday！ 再見再見。喂 ，Yo！ 陣間咧睇翻睇你哋嘅演出咧，好似好激咁樣噃。冇錯，我哋會唔錫身，跳到濕晒身。冇錯，我哋好多人喺度打鼓，同 TVB 一樣夠晒響啊！ Let's get it！ 好行開啊！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到咗我哋咧第5、第6封台慶大利是嘅時間啦，有邊個仲未中㗎？咁啊要睇睇阿嘟姐嘅手勢啦。麻煩嘟姐同我哋爭一位同事先。好啊！嘟姐哇，真係咁多。好，呢封邊個？睇下係邊個先？劉威煌。超級巨星，恭喜晒你！係對恭賀翻佢恭賀説話。TVB 年年生日都咁快樂。恭喜晒你，威煌！恭喜晒，恭喜晒！好啦，阿姐又麻煩你同我哋抽一位幸運同事出嚟啦，阿姐，阿姐。呢度未抽過喎。抽我。呢方。睇下先，阿姐係。奧嘉蓮啊！哇！好旺啊！佢今年。呢邊，阿姐嗰度。哇！犀利！快啲講句恭賀説話。 TVB 生日快樂！我哋劇集每一套劇集每一個節目嘅收視咧 number one， 多謝，恭喜晒，嘉蓮！恭喜晒！唔使擔心啦，仲有幾封利是嚟緊。冇錯啦，咁啊，其實跟住落嚟咧就有一眾嘅花旦小生咧，咁佢哋咧就會打鼓助慶嘅喎。聽講咧都排得好辛苦㗎，我哋睇睇佢哋彩排嘅。